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戏馆边的猪母卖分小麦拍片，拍片的片，某人讲是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聊，乐摇聊第五条。聊会当讲是音乐歌曲的片，嘛会当特别讲是较轻的片，咱讲是聊片。另外聊片演过嘛特别讲南管音乐的片。若是讲聊片，咱会当讲是压聊，也个有音乐歌曲等等变调，也就是转换音乐音调甲音阶，会当讲是过聊，嘛有人讲是转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转聊，嘛有人读做转聊。头前讲到这是音乐歌曲的转调、变换声调和音阶。第二个词读做伴聊，嘛会当讲是伴，意思就是音乐的片。就有一句话讲，无聊无片，意思就是拍片拢拍袂好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唱歌训练公司做专业，要教人安怎正确来发音，对着音乐伴聊来出声，也阁有转调的技艺，培养人才，才做专业的歌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聊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